香港有一間70年老字號做唔住啦，揀咗停業。號稱明星飯堂，曾經俾網友評為最怕執笠嘅大坑炳記茶檔，最近宣布人手唔夠，由即日起停業，直至另行通知。呢個消息好快就喺香港社交平台引起熱議，唔少人估佢係咪就快執笠？港味記憶批量消失，內地餐飲攻陷香港食肆。2025年上半年至少17間經營超過30年嘅老店執笠。百年茶樓蓮香樓間門嗰日排隊條人龍長達2公里。明星飯堂珍寶海鮮鳳色燈，35年歷史嘅名，都酒樓用3.54億港紙賣鋪，遣散90個員工。行喺香港街頭，以前老字號林立嘅景象正喺度被改寫。首創冰皮月餅嘅大班麵包西餅全線執笠，名都酒樓貼出停業告示，開咗33年嘅海皇粥店亦都落幕。唔少老鋪頭逐漸退場，老字號3個字變得又沉重又脆弱。今年5月到7月香港餐飲業失業人數有14.5萬，比起前2個月多咗差唔多8800人。餐飲業變咗失業重災區，但係矛盾嘅地方係大量餐廳仍然面對請人難。後生仔唔肯做，辛苦又待遇有限嘅餐飲工，搞到唔少老店陷入有工冇人做嘅困境。與此同時，租金貴，食材加價，變咗壓喺餐飲業身上嘅2座大山。就喺本地食肆捱得好辛苦嘅時候，內地餐飲品牌正一批批咁搶灘香港。喺旺角豉油街咧，成條街咧幾乎俾茶垢星球啊、林香菱啊、蜜雪冰城咧霸佔晒嘅。5蚊港紙嘅雪糕，9蚊港紙嘅檸檬茶，內地茶飲用低價碾壓港式奶茶。短短100米嘅街道咧，就有7間內地茶飲店堆埋一齊開。香港網友戲稱呢度變咗檸茶街。而喺銅鑼灣、尖沙咀、木屋燒烤、太二酸菜魚、龍耕記湘菜呢啲內地餐廳一樣爆滿，同內地品牌咁火爆形成對比嘅係香港老字號嘅集體退場。香港餐飲市場正喺度經歷緊冰火兩重天，本土老字號嘅生存空間不斷收縮。當一間間承載住記憶嘅老字號接連執笠，仲可以留得翻幾多地道嘅港式煙火氣？炳記茶檔可唔係普通嘅小店。佢喺香港大坑區上世紀50年代就創立，係而家全港剩翻嘅17間大排檔之一。炳記個鋪位係大坑最典型嘅夾縫生存樣本。佢個鋪頭好有年代感，2座灰灰暗暗嘅唐樓夾出嚟唔夠3米闊嘅過道，斑駁嘅牆皮之間攝住啲甩晒色嘅租單。而炳記個招牌咧就簡簡單單用白紙紅字寫住炳記茶檔4個字，滿滿都係歲月嘅痕跡。呢度冇正規嘅門面，亦都冇冷氣。得露天嘅綠色鐵皮鋪，同埋喺窄巷入邊搭嘅簡單遮太陽小屋，通道就咁隨意擺咗幾張台。一開始茶檔淨係賣奶茶多士，專做街坊生意。後嚟因為啲嘢好食又有特色，上咗唔少雜誌同美食網站，一度咧仲俾網友評為最害傾執笠嘅香港店。呢間茶檔仲係陳奕迅嘅最愛，佢好多次俾人影到喺炳記茶檔食嘢，鋪頭入邊仲掛住陳奕迅寫嘅冇食過炳記就等於冇嚟過大坑咯。成日有粉絲專登去打卡睇下撞唔撞到陳奕迅，仲有啲係專登為咗呢樣嘢去打卡。要講炳記可以紅咁耐呢，係靠2樣招牌嘅，一碗好食到要舐碟嘅豬扒麵，同埋俾美國 CNN 認證做香港4大奶茶王之一嘅港式奶茶。據講佢哋嘅奶茶係用外國茶葉再加雙喜牌全脂淡奶，師傅守住一個茶壺沖，每次啱啱好沖到7杯，變咗乘客必點嘅打卡款。除咗有港星幫襯之外啦，炳記茶檔咁出名啦，亦都唔少得影視作品嘅加持。佢曾經喺好多部熱門影視作品出現過，包括1988年上映嘅經典港產片《精裝追女仔2》，同埋早排熱播嘅內地劇《藍氹》。呢啲菲林入邊嘅煙火氣，曾經係炳記茶檔最生猛嘅廣告小品，係而家電影入邊嘅熱鬧散咗啦，現實入邊嘅茶檔反而要暫時謝幕啦。按道理嚟講，一間咁有文化底蘊，又有明星影視加持，有街坊捧場，又有遊客打卡嘅茶檔，客源根本完全唔使愁。點解會突然之間宣布暫停營業呢？就喺大家以為炳記茶檔係咪真係要執笠嘅時候呢，炳記茶檔個負責人喺8月17號澄清，只係暫時停業，一夠人手就會開返。嗰句咁熱當放大假，雖然語氣好輕鬆，但係背後係對香港餐飲業普遍面對人手短缺問題嘅無奈。事實上，炳記茶檔嘅情況唔係單一例子。而家香港好多餐飲老細都為咗請人而頭痛。隨住經濟復甦，競爭越嚟越激烈，唔少餐廳因為請唔到人，只能夠面臨執笠嘅風險。
但係得意嘅係，一面係老細猛咁話請唔到人，另一面係失業率係咁升。截至8月，中國香港特區經過季節性調整嘅最新失業率數據顯示，今年5月到7月，當地失業率去到 3.7%， 失業人數有 14.5 萬，同4到6月嘅失業率比起上嚟咧，短短2個月時間咧又多咗差唔多8800人失業，其中特別係建造業同餐飲業成為重災區，餐飲業嘅失業率攀升到 6.4%， 一面係請人難，一面係失業率增加咯。歸根究底都係而家香港餐飲業有工做但冇人做嘅。原因就係餐飲業太辛苦，待遇有限，後生仔越嚟越唔願意做。喺香港餐飲業嘅工作時間普遍都好長，每日做10個鐘以上係家常便飯，而且週末同埋假期往往係最忙嘅時候，好難有時間陪屋企人同朋友。人工方面，普通侍應嘅月薪大多都係12,000到15,000港紙左右，扣除咗高昂嘅租金同生活開支之後，根本冇乜剩，好難吸引到後生仔入行。除咗呢啲，香港餐飲業仲有2座大山嘅重壓，就係租金貴同食材加價，生意難做幾乎變咗全城共識。香港嘅商鋪租金一直以嚟都係全球數一數二，尤其係喺旺角、銅鑼灣呢啲熱門商圈，一個幾十平方米嘅鋪位，月租喐啲都10幾萬甚至幾十萬港紙。對於好似炳記茶檔呢啲老字號小鋪嚟講，租金往往佔咗總成本嘅30%以上，有啲甚至可以去到50%。而呢幾年咧，受全球供應鏈影響咧，食材價格都係咁升，肉類、蔬菜、糧油呢啲原材料嘅價格咧都有唔同程度嘅攀升，進一步咧壓縮咗餐飲企業嘅利潤空間咧。好多鋪頭為咗維持經營，焗住要加價，但係咁樣又會搞到有啲熟客流失，陷入一個兩難嘅局面啦。當香港老字號喺歲月入邊猶豫不決嘅時候，內地餐飲正以集團軍嘅姿態攻佔香港街頭。通關之後，北上揾食成為香港人嘅新風氣，高性價比令內地餐飲好有吸引力，唔少就快執笠嘅餐廳都因為香港人嘅消費而復活。而喺香港本地餐飲業嘅冰火兩重天反而越嚟越犀利，一面係本地茶餐廳、街頭小食店成批咁掛出旺鋪招租，另一面就係內地餐飲品牌以好快嘅速度一批批搶灘。2023年可以話係內地餐飲品牌大規模進軍香港嘅始源年，足足有17個品牌第一次喺香港亮相，正式進軍呢個市場。蜜雪冰城啊、楊國福麻辣燙呢啲牌子一開門做生意，就吸引咗好多客人排長龍，場面勁熱鬧。雖然呢啲品牌喺香港嘅價錢差唔多係內地嘅2倍，但似乎完全冇冷卻到消費者嘅熱情。旺角豉油街更加被戲稱做零茶街。短短100米入邊就聚集咗茶救星球、林香菱、靈桂等等，起碼7間內地茶飲品牌。有網友講笑話嚟講呢，而家嚟香港由尖沙咀行到旺角，如果唔睇路牌，仲以為自己入咗南深圳。除咗有錢，背後有資本，呢啲品牌仲好識潮流，好識點樣捉住後生仔嘅心理，用各種營銷手法嚟吸引人氣。當香港老字號仲喺度強調3代傳承手工製作嗰陣，新品牌已經用季節限定、IP 聯名、會員積分，重新塑造咗後生仔嘅消費認知。後生仔更加願意為新鮮、得意、有話題性嘅產品埋單，而內地餐飲品牌就啱啱好捉到咗呢一點。佢哋會根據唔同嘅節日同季節推出限定產品，同熱門嘅卡通公仔、影視劇搞聯名合作，再通過會員積分系統增加消費者嘅黏性。呢啲營銷手段全部都令香港嘅老字號望塵莫及。內地啲網紅店可以喺香港咁快紅得起，主要係靠嗰套標準化嘅營運模式、流水式嘅工序，唔單止快咗出餐速度，仲減少咗對人手嘅依賴。就一間普通嘅鋪頭嚟講，轉咗呢種操作模式之後咧，直接慳翻2到3個人嘅人工成本啦。香港嘅老字號鋪頭好多仲係靠師傅一刀一刀手工做翻嚟，每一樣工序都要經驗老道嘅師傅親自搞掂。雖然呢種傳統嘅做法咧，保證咗啲嘢食嘅原汁原味，但係成本亦都跟住水漲船高，好難控制。拎一杯奶茶嚟比老字號鋪頭嘅單杯成本，比起內地網紅店貴2倍都唔止。內地餐飲推崇嘅快消費文化，正喺度狠狠咁改變緊香港街頭嘅商業氣氛。傳統茶檔嗰種慢吞吞嘅慢節奏經營方式，同網紅店追求流量第一嘅快節奏一比，簡直係天同地比。受快呢個趨勢帶動咧，後生仔更加中意快捷方便嘅用餐體驗，加上社交媒體嘅傳播，令到網紅店嘅流量同曝光度變得好重要，促使成個市場都向住快速高效埋堆。傳統茶檔嘅經營方式受時間同空間限制，好難滿足到現代人追求即時滿足嘅需求。
實際上，香港本地食肆嘅衰落並唔單純係競爭失敗，而係傳統模式同現代消費需求嘅多重脫節。一方面咧，就香港嘅租金、人力成本長期都好高，而本地食肆咧好多都係靠小規模高毛利嘅模式。相比之下，內地餐飲嘅中央廚房模式將食材成本壓低15%到20%，標準化流程仲可以減少2到3個員工。而香港嘅本地食肆咧，大多係家庭式經營嘅，買餸通常都係老細或者員工親自去街市揀嘅，個成本比較高，而且好難保證有穩定嘅供應。另一方面咧，好多本地食肆咧仲係堅持我行我素嘅營運方式，但就忽略咗消費需求嘅變化。後生一代嘅消費觀念咧已經由食飽轉向食好加體驗。新一世代香港人更加在乎影相好唔好睇。可唔可以 po 小紅書啊？香港唔少老字號仲係玩緊傳統嗰套，裝修多數係老舊茶餐廳 ，feel 餐牌得手寫板，侍應多數年紀大，連網上落單、電子支付都唔係好識用，更加唔好講咩社群運營嘅。好多老字號嘅鋪頭環境好簡陋，甚至有啲污糟，好難俾到消費者一個好嘅用餐體驗。後生仔帶住部手機去想影相 po 小紅書都揾唔到個啱嘅背景。後生仔要嘅乜啊？就係好玩、好睇、好分享。呢班茶餐廳嘅叔叔阿姨仲停留喺30年前嘅柴米油鹽，點跟得上啊？咁另外咧，消費者嘅口味同需求咧都喺度不斷變化。隨住全球化發展，越嚟越多唔同國家嘅美食入到香港市場，消費者嘅選擇更加多。相比之下，香港本地嘅傳統美食喺口味同種類上比較單一，好難滿足到消費者越嚟越多嘅唔同需求。有啲老字號雖然歷史悠久，味道獨特，但係冇乜創新，長年都係得嗰幾味餸。潮流總要向前行嘅，市場係唔會等人嚟嘅。後生一代嘅消費觀念一早變咗，由食飽到食好，再去到食得開心，跟住鋪個朋友圈咁先叫圓滿。內地品牌帶住互聯網嗰套玩法殺到埋嚟，本地老字號如果唔想變博物館，都要諗諗計。喺咁樣嘅大環境下，香港嘅餐飲業正喺度經歷一場深刻嘅變革。有啲本地食肆開始意識到問題嘅嚴重性，嘗試轉型，好似以中式餐飲為主嘅富林集團呢幾年就減少咗中式酒樓嘅數目，改行裝修新潮、食物賣相精緻嘅特色小店路線，專攻後生仔市場，降低成本風險，穩中求勝。香港本土嘅添好運點心店就參考內地快餐化模式，推出15分鐘即點即蒸嘅早茶套餐，人均消費50蚊港紙，只係傳統茶餐廳嘅一半，仲打返入內地開分店，成為港味北傳嘅代表。當南深圳嘅講笑講法喺網上變咗常態，香港餐飲市場嘅變革並唔係本地食肆嘅消亡，而係傳統同現代、本土同外來嘅深度融合。但係呢種融合嘅過程一定係痛苦嘅，會有好多老字號喺呢個過程入邊被淘汰，亦都會有啲新品牌喺競爭中彈起。香港人北上消費嘅熱情唔會減退，內地餐飲南下擴張亦都唔會停。但係呢啲啱啱好說明香港嘅活力。香港呢個城市本來就係東西兼容、南北合璧，嚟自世界各地嘅新事物、人才都可以包容，百花齊放先至係香港嘅本色。雖然內地品牌嚟得咁猛，但係老字號只要保持到特色，傳承到個底，再加翻啲新元素，一樣可以生存到嘅。係畢竟想飲杯正宗港式奶茶，食碗地道豬扒麵，始終都係要呢啲老店先做到嗰股味。而想試下網紅、水果茶、分子料理呢啲潮流小食，當然係內地品牌開到成行成市咁更加方便啦。兩邊嘅客群其實冇重疊得咁犀利，各有各嘅市場。未來好可能係新舊一齊存在，各有各精彩，而唔係邊個取代邊個。未來嘅香港餐飲啊，或者會有更多喜茶同炳記一齊存在啦，會有奈雪嘅茶同蓮香樓隔條街望住，佢哋唔會取代對方，而係一齊構成香港嘅味覺地圖。呢個就係香港嘅魅力所在，既守得住老味道，亦都裝得落新潮流。只有實現到傳統同現代嘅完美融合，本土同外來嘅良性互動，香港嘅餐飲業先至可以喺激烈嘅市場競爭入邊煥發出新嘅活力。畢竟所謂香港味道，從來都唔係某間茶餐廳、某一款點心嘅專屬，而係呢座城市包容多元、不斷進化嘅精神底色。佢會喺老字號嘅燈牌熄咗嘅時候，用另一種方式重新着返，可能係街角新開嘅一間小店，可能係後生仔手上嘅一杯奶茶，亦都可能係街坊圍埋一齊傾偈嘅一聲嘆息。但無論用邊種方式呈現，佢始終承載住香港人嘅記憶同情感，係呢座城市唔可以缺少嘅文化印記。